惊弓之鸟上。卡蛋地主。同学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。老主座，今年老大了几把个数个，大家自己老着黑几眼，同妈的老的公民弄得脑下就这些。下用把式，把式，咋熊娃，咋熊娃，盘缠，盘缠，浪针，浪针，硬要，硬要，醋，醋。那个人和车把式硬要往北边走。那个人和车把式硬要往北边走。没得当卡罗瓦尼醋些呢，熊熊是学把这。没得当卡罗瓦尼醋些呢，熊熊是学把这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要学习一篇推理文章。先来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、新句子。老主座，这里俺子几把简介老这些用的音，多嘛俺子念的老等的名字啥把了几大啊？名字啥把？射箭，弹片，能手，肩膊，打猎，眼巴，今天的赢家一定是有名的射箭能手。这里加卡通给呢，给不着前面大家熊嘛的人。这次出来打猎，看看能有什么收获。天的啦，热到见到永远就连大哥。我不用剑就能让大雁掉下来。你大马片那样瞎冲冲的嘛老就特。虽然你是射箭能手，可你有这样的本事？全大挺模样的，等这女把戏约去嘛的呀？让我试试吧。阿姐，2月每月记得啊。你真有这样的本事？我嘛全拉女把点着约到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，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？呀，老主座，我认得了的词语就是大伢子，第二个名字啥皮个搞定了几大。他念这些。射箭，射箭就是利用弓的弹力把箭发出去。弹片呢？大家把的，大热了热呢，天点片把了些。能手，能手就是指精通某种技能或非常善于做某种工作的人。肩膊呢？你在恭喜啦，开把刀，下瓦恭喜入开把了些。打猎，打猎就是指在野外捕杀鸟兽的行为。原本呢，大东下节这呢，热到塞巴拉些。同学们，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、新句子，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。老主座，第二个名字啥把的呢？老中些杂技，大家今年的经典啊。伦敦下酒，射箭，射箭，弹片，弹片，能手，能手，肩膊，肩膊，打猎，打
猎。安巴，安巴。今天的赢家一定是有名的射箭能手。今天的赢家一定是有名的射箭能手。대린 야캅 통케는 깹다 체위에 나자 형마 대리. 대린 야캅 통케는 깹다 체위에 나자 형마 대리. 펜스 제모제와. 老朱错，对人个名字啥吧那很安详，大感觉话那所以写错了就很冷静。我个他年道理，俺把西巴的公园咋个，且去三路项目当的练脚。呀，老朱错，且去练用大把的功力，嘎，先把，要想练这种。同学们，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。老朱错，大家去대리 로비 타니 사바데도 샤종지시. 射箭，射箭，射箭，能手，能手，能手，打猎，打猎，打猎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，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。대리 ngaji 타니 사바가 종이리. 다가 지냠데 진저 히다 아. 담페. 젠보. 녜바.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再见。老朱说，대리 그 로침 내년 청자리인 다 데모지.